好啦，各位大家好啊！嗱，呢段片係主要同大家交代呢個我哋喺 MC 班咧第6期所派嘅計數機 program 嘅部分。嗱，咁其實都驚啲同學仔翻到屋企自己入完之後咧，都可能即係唔係好識運用啊咁樣，咁睇住啲例題都唔係好知點做。咁所以換句話講就都叫做同大家好簡單示範一下。咁其實首先我會同大家交代咗呢個 program 1同埋 program 7，OK 呢兩條 program 嘅咁樣。咁其他嗰啲咧就一陣間再同大家交代少少啦咁樣。主要就呢兩條啦，好唔好？嗱，咁首先咧，大家記得到啊！嗱，呢個 program 1當你入完之後咧，我哋去到呢一個位置就大家會見到啲題目啦咁樣。咁成條 program 做晒所有呢個幾樣嘢㗎啦。咁第一樣嘢，譬如舉個例，如果大家見得到啦，係咪喺呢個位置？如果假設題目咧叫你揾呢一個 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呢一個咁樣，即係簡單講嘅就係大家最常見嘅聯立方程揾交點係咪 ？OK， 咁聯立方程揾交點大家都知啦，經常會用到考試，基本上唔會有一屆 DSE 係唔需要用到嘅。OK， 咁所以呢個位置咧就必定會用到啦。OK， 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嚟啦。咁我讀入咗喺 program 1度啦噃。OK， 咁因為佢係聯立方程啦。OK， 咁換句話講，佢哋一次方嘅嘢嚟嘅，係咪 ？OK， 兩條聯立一次方程，所以個 M 問我做咩咧？我係輸入1㗎啦噃，得唔得 ？OK， 咁然之後咧就當然輸入最基本嘅3啦、-7啦 ，OK， 17啦，得唔得？同埋-12啦、5啦，同埋呢個-22啊。咁喺度先 ，OK， 咁就我哋最基本嘅就係嗰幾個係數啦，得唔得？好，咁撳到呢個1同埋咧-2，咁1-2啦，1-2咁樣 ，OK， 咁你話比較上即係會經常用到嘅喺 MC 卷啦，我哋講翻啦 ，OK，MC 卷嘅部分咧，可能你會見到就係我哋平時嘅兩條直線揾交點啦，係咪？即係最基本啦。咁同埋就當然有時係我哋會用到呢一個咧線性規劃 linear programming 嗰課書咧 ，OK， 如果你用我教你畫圖法係嘛 ，OK， 咁你會用到呢一個咁嘅聯立方程 program 得唔得 ？OK， 好，咁跟住再有第二例題2就係揾呢個咧我哋嘅二次函數頂點。嗱，咁其實揾 vertex 咧本身即係大家知道啦，其實公式可以背嘅，負 b over 2a， 負 delta over 4a 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大家知道一樣嘢，如果我哋本身條題目係 MC 卷嘅話，我哋咁樣背就好慢 ，OK？ 計數機幫我自己做到。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本身喺我哋 paper 1嚟講咧，其實更加甚至可以利用呢一個 program 咧，去幫大家唔使記式嘅。咩意思咧？咁事不宜遲啦，咁同一條 program 啦 ，OK？ 咁今次因為係一個二次嘅函數 ，OK 嘛？咁所以我哋就會 M 係2嘅咯。咁但係頭先大家都係一個一次方程咧，我就撳1啦。咁就先 OK。好，變咗撳2啦。咁即刻嚟啦，係嘛？我哋1啦，即係係數咧又係1啦、4啦，同埋我哋嘅1啦，得唔得 ？OK， 其他 skip 晒得噶啦。好，咁先出-2，嗱大家見得到啦，係咪？喺呢個位置咧，我哋熒光幕咧計數機嗰度顯示咗咧，我哋嘅呢一個負 b over 2a 嘅。咁我哋 paper 1嚟講咧，到時如果你要 show step 咁直抄咯，得唔得 ？OK， 即係底子比較差嘅台，即可以咁樣去輔助自己啦。OK， 咁當然啦，跟住再撳多嘢就係-3啦。得唔得 ？OK， 咁你就頂點啦，咁你就當然係負 delta over 4a， 即係平時我哋 suppose 要背嘅公式咯，得唔得？咁或者留意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呢個年代咧考評局咧就其實好老實講句嘅，呢度3個係數咧就甚少會俾晒你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可能舉個例啊，呢個1變咗做 K 嘅話咧，其實你有成件事就做唔到，得唔得？如果 MC 卷嘅話，咁當然如果 MC 卷嘅你問我嘅話，咁大家都知道樣嘢，其實你係可以濕數啦，得唔得 ？OK， 咁呢啲即係當然喺我哋上堂嘅 skills 都有教過，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就唔會再多講啦。OK， 好，咁跟住再去啦，再去第3個嘅時候咧，嗱嗰台仔咁呢個位置就揾呢個叫做所謂嘅穿過兩點嘅正線方程。嗱，咁其實本身就你可以咁樣理解嘅，考評局就正常唔會無啦啦俾2個點你，跟住佢哋揾個穿過去兩點嘅正線方程嘅。而家呢個年代唔會咁出㗎啦，得唔得 ？OK， 咁但係你話喂有冇用咧咁樣啦？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咪同你講過咧。問直線嗰啲咁嘅題目咧，好多時問你嗰啲 A 啊、B 啊、C 啊，邊個大過0，邊個細過0點1嗰啲啊，得唔得 ？OK， 嗰啲題目咧，你有印象，我教你方法咧係屈點做噶嘛，記唔記得 ？OK， 咁呢個屈點法咧，其實就可以直接幫你揾到條方程啦，得唔得 ？OK， 咁你揾翻我教你嗰課書嗰啲 skill， 你就記得我講咩噶啦，得唔得 ？OK， 所以位置一樣啦，我又照示範啦，同一條 program，OK， 同一條 program one 啦，跟住咧。今次我哋就會係2點 ，OK， 咁我今次 M 係輸入0嘅，得唔得 ？OK， 好，咁2點咯，3負2 ，OK， 咁4 1，咁有啲同學仔往年曾經問過我啦，我往年都有啲情況會解喎，點解阿 Sir 喂你呢個位置咧，你用個 M 係0嘅咁樣嗱，好簡單，其實大家知道一樣嘢，聯立方程咧，我哋就當然用，因為佢一次嘛，咁我用1啦，係咪？咁呢個二次函數梗係用2啦。轉頭再做呢個3次嘅方程，咁我梗係用3啦，得唔得 ？OK， 咁呢個位置咧，我點解唔用4咧？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因為我會覺得呢個係2點，咁我同啲學仔講2點咧，一個點咧係咪好似一個即係0咁樣？
得唔得？OK，咁你可以話啊有少少夾硬嚟咁樣，咁但係唔緊要啦，都係嗰句啦，即係盡量去幫你記嘅啫咁樣。你話我唔中意用0，你用4就得噶，明白唔得？即係當咁你就要改 program 啦，唔得 OK。咁但係起碼即係你會明我意思，因為你呢個用唔到1噶啦嘛，1俾上面用咗啦嘛，你明我講咩？唔得 OK。咁所以輸入就會係頭先所講嘅0啦。OK， 咁呢我哋嘅 program 集寫晒噶啦。OK， 好，咁跟住得啦，我撳啦噃。咁呢樣係 skip 得噶啦。咁啊見到啦 ，OK 3係嘛 ？OK， 咁即係咩意思啊？好啦。咁大家知道嗱，呢個直線方程咧，我哋就顯示會兩個答案嘅 ，OK， 咁我哋就會係 y 等於 mx 加 c，OK， 咁所以換句嚟講就係 m 當然就係 3x 啦，先出 m 後出個 c，OK， 減11，跟埋度啊 ，OK， 咁到時你咪因應翻條題目嘅問法去調位咯，咁啊，知唔知？因為我想同學仔講，我俾邊一個 form 你都冇意義噶 ，OK， 即係我就算俾係ax 加 by 加 c 等於0你都冇用，原因係因為考評局咧其實係一定會將呢啲咁嘅位咧，即係呢啲咁嘅數字咧調位嘅，咁所以換句講，我只不過係揀其中一個樣俾你嘅啫，咁但係 OK， 咁所以計數機就會先出 m 後出 c 就咁嘅狀態啦 ，OK， 咁但係好冇問題，而家再去啦，咁啊解方程啦，解3次方程啦，大家知樣嘢啦，解3次方程咧最常用到當然就係我哋 paper 1。OK， 卷1咧嘅 polynomial section A2 嘅係嘛，多項式咁樣，咁我書成日都會用到啦，係咪 ？OK， 咁啊，所以換句話講，即係呢啲位置又係一樣噶啦。我哋 program 1，OK， 今次我哋3次方程撳3，得唔得啊 ？OK， 咁啊照輸入啦。OK， 係數啊，1啦、2啦、-5啦，同埋-6啦，咁啊度啊 OK， 咁又係嗰啲剩翻去 skip 晒啦。好啦，咁呢個位置就會出個答案噶啦嘛，係嘛 ？OK， 咁就會係我哋 x 等於2啦。OK， 咁啊跟住咧就-1啦，同埋最後咧就會係-3啦。咁啊當然大家知一樣嘢噶啦。咁啊喺唔同情況，即係如果你 paper 1嚟講 present， 大家知道一樣嘢，我哋係需要啊唔可以直接出答案，係要需要寫翻上面啲步驟咧，亦都係喺我哋唔同嘅班都有同大家交代過噶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即係你可以咁樣理解啦。撳完 program 之後，其實係有辦法可以應對到嘅，得唔得啊 ？OK。咁所以換句話講，呢個 program 一嘢我哋做咗4樣嘢，呢4樣嘢咧基本上都真係近乎4樣都會考 ，OK 咁但係咁啊，與其成日即係我成日同學生講，你去做教科書或者平時睇嗰啲好多嘅唔同補習老師俾你嘅 program， 可能我哋喂唔係一個 program 做1至2樣嘢，咁你咪壓晒啲位咯，得唔得 ？OK， 我哋一條 program 做4樣嘢，咁啊到先 ，OK， 咁冇問題嘅話咧，我哋繼續去下邊 program 7嘅咯噃。好啦，咁啊嚟到 program 7咧，嗱咁大家入完之後啦嚇，因為呢個 program 比較上多嘢做咁，所以大家入嘅過程就唔該大家即係留意清楚我喺program 集入邊所寫嘅指示，得唔得？指引 OK， 咁大家唔好入錯啦 OK。嗱咁呢個位置如果你冇入錯嘅話咧，當然你對晒所有嘅叫做我俾你嘅例題咧，你都會應該出翻相同答案嘅 OK。咁呢個位置嗱為例啦，我哋會做啲乜嘢？嗱我哋呢個 program 會做3樣嘢，得唔得 OK。咁啊第一樣嘢就當然就係我哋最常見啦，都係一啲叫 MC 卷4心係嘛必出嘅 OK 嘛咁得。咁啊我哋經常會考到係嘛就問4心，通常出喺你嘅你份嘅第40條左右啦，係咪 OK？ 嗱咁呢個位置我即係事不宜遲望一望先，題目就話咩咧？而家有個叫做所謂 triangle ABC 咁啊3點啦，咁樣係咪？我俾咗3點，你叫你揾個 in centre、centroid、ortho centre 同埋 circum centre 咁樣嘅內心、外心、形心、垂心。咁啊留意翻一樣嘢，嗱考評局咧係有啲情況下係唔會俾係3點嚟㗎。咁啊呢啲我喺課堂同大家交代過，如何用 scale 可以令到啲嘢咧係撳到機嘅，得唔得 OK， 咁呢個位置亦都唔同大家慢慢交代，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台仔，萬一真係完全撳唔到機咧，我都教晒你概念點樣去處理㗎啦。但係因為始終講真，你就算 paper 2我俾你撳到機到，你 paper 1咁常出呢課書係嘛 OK， 我哋甚至出最尾嗰1-2條。咁所以如果本身比較叻嘅台仔咧，你一定要識正常概念㗎。今日就先 OK， 好啦，冇問題㗎，我哋又撳一撳機啦，好嘛？咁我今次入咗 program 3啦。OK， 咁啊4心咧，顧名思義就係4啦，咁所以個 M 我哋就撳4嘅噃，得唔得 OK， 好啦，咁跟住咧就4 3 0 0 4 0啦 ，OK， 咁出到咧3，嗱呢一個咧第一個心我哋就係 in centre 啦 ，in centre，OK， 咁我係我哋嘅內心啦，咁就會我哋咧嘅3 comma 1嚟嘅，得唔得 ？OK， 咁啊 and then 咧就會出我哋嘅 centroid 啦，即係我哋嘅形心啦，咁喺度先就會係8/3。跟住咧就1啦噃，好啦，跟住再出咧就會出我哋嘅 ortho centre 啦，係嘛？我哋嘅垂心噶啦，各位台仔 ，OK， 咁就會我哋咧嘅4 comma 0啊，得唔得？好，咁啊最後啦，出埋我哋嘅 circum centre， 我哋嘅外心啦，各位堂 ，OK， 咁就我哋嘅2啦，同埋3/2啊。咁就係啦，即係大家記得到啦，喺呢個位置就係出晒我哋4個心咁樣。咁啊，個次序嗰啲我教你哋背噶啦，教你有方法記啦，唔使死背啦，應該咁講。OK，咁所以大家就應該不成問題嘅。咁但係 OK，咁呢個位置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搞掂咗第一個例題。
咁啊嗱，係啦，又有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唔中意一個 program 淨係做一樣嘢 ，OK 嘛？咁所以我哋呢個 program 除咗揾4針之外啦，所有關於我哋即係原型嘅課題咧，我擺晒落同一個 program 度嘅。今日就 OK， 咁呢個位置就頭先講呢個位置可能出喺第40條左右啦，係咪 OK？咁而家下邊第二個例題啦，第二題咩嚟㗎？穿過3點求圓方程，即係我哋考評局咧都久唔久會出一絕嘅3點求圓喎，係嘛 OK？咁大家知道一樣嘢㗎啦，如果你本身喺 paper one 咧 ，suppose 係要叻條式做咩 x square 加 y square 加 dx 加 ey 加 f 等於0㗎嘛，係嘛 OK？然之後逐個代啦咁樣，咁啊嗱步驟係有分嘅，確實等等，咁但係都同大家講過喺唔同嘅班，就話俾大家聽。喂，我哋代落去，其實中間嘅步驟係可以 skip 嘅，咁所以我哋代落去係扮晒，我哋真係會自己計。實際上我哋之後係撳機嘅 ，OK 咁但呢啲嘢都係課堂講過晒啦 ，OK 咁但所以換句話講咧，呢個 Paper One 3點球員咧係幫到大家，我哋事不宜遲好嘛 ，OK 我哋嘅 Program Free OK 嘛咁但咁嗱我亦都咁講啦，今次留意啦。OK， 我哋係輸入 M 都係4㗎 OK 啦，點解咧？嗱，當然啦，呢個位置有啲同學會問啦，話 Sir 你唔點解唔3點球員就用3啊？咁樣係嘛 ？OK 嗱，咁其實有原因嘅，因為呢個位置咧，如果我用3咧，當然係得，但係就會再用多少少位，咁我唔想。點解咧？因為上邊嘅嗰堆嘅 output 咧，其實本身只要再撳落去，就會係下面嘅呢堆，即係咩咧？揾圓形方程。即係換句話講，當我輸入4300同40咧。本身其實係揾緊一個三角形 ，OK， 3個點啊嘛，係嘛嘅不同嘅心啊嘛 ，OK， 咁但係其實我哋穿過3點球圓嗰個其實本身就係叫外心圓啦 ，OK 嘛，叫 circle 啦，咁所以其實係隸屬於其中一個㗎。如果外心圓嘅 centre 就叫 circle centre 啦，得唔得 ？OK， 咁所以其實本身咧個 program 咧係會直出呢4個心，再加埋個外心圓嘅，咁變相我會覺得就唔好再整個 M 等於3落去咧，令大家就又要再入多啲嘢 ，OK， 然之後個位又多咗咁樣，明唔明我講咩？得唔得 ？OK， 好咁事不宜遲啦，咁樣咁我接入啦，係咪4啦、3啦、0啦 ，OK， 跟住就4啦、0啦，得唔得 ？OK， 咁係啦，呢個位置大家見到啦 ，OK 出3咩嚟㗎？頭先我哋咪做過呢個咯，係嘛？31啊嘛，係嘛 ？OK 31，見唔見頭先嗰啲啊？8/31 ，OK 4。0、2同埋我哋嘅3 over 3，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要3點球員咧，其實你頭8個 output 咧，你全部 skip 晒，明唔明我講咩？得唔得 OK， 然之後咧嚟噶啦喎，我先出咧呢個 2.5 嗱，2.5咧其實係呢一個我哋圓形方程咧嘅半徑嚟嘅，得唔得 OK，咁呢個位置就係啦，其實用到嘅機會未必好多，不過即係好老實講句啊，有啲情況都會用到嘅，就係如果你有印象喺 past paper 咧，佢好多時叫你揾完個圓形方程之後咧。下一步之後就想你用佢個半徑嘅，得唔得 OK？當然好老實講句，你係要計都好快，咁但係呢個位置就俾埋你咁解嘅啫，得唔得 OK？好，跟住之後咧就係-4，嗱-4係平時嘅 D 啦 ，OK？ 跟住之後平時嘅 E 就係-3，OK？ 平時嘅 F 就係0，咁即係換句話講咩嚟㗎？我哋嘅方程就係 x square 加 y square 減4個 x 減3個 y 加0，即係唔使寫啦，等於0，呢個就係我哋嘅圓形方程啦。咁喺度啦，咁呢個位置就其實都幾 straightforward 啦，係咪非常簡單嘅嘢啦？咁但係亦都係我再次提醒各位同學仔喺好多屆 paper one 咧都有用到嘅，咁但係 OK， 前面仲有3點球員 ，OK 好，咁冇問題嘅咧，我哋再去嗱去埋呢一個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叫做關於直線同圓形嘅交點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就係基本上每一屆 DSE 都會出一條 MC 喺你第40條，又係40條左右，因為題號咧有時會轉嘅 ，OK， 所以我唔講，即係唔講定話，一定係41、定42、定40咁樣啦 ，OK， 所以你知係40條左右啦 ，OK， 有條關於圓同埋直線嘅交點題目嘅。咁如果大家有上我堂都知道咧，係咪都見過我哋平時玩呢一壇嘢咧 ，OK， 基本上係條條極快 KO 到嘅，得唔得 OK， 呢個圓同直線交點 ，Paper One 有時都會用到 ，OK， 但係好老實講句。比較少，咁所以喺我哋 MC 班嚟講咧，呢個位置係非常之好用啦，得唔得 OK， 咁一樣照做啦，係咪？都係用翻相同 program。咁今次咧，我哋輸入個 M 咧就係0啦，得唔得 OK， 咁然之後輸入咧直線先噶啦噃，3、-1同埋5。嗱，留意啦，喺呢個位置，因為我 set 咗呢個 form 咧 ，OK， 做個數字喺右手邊啊嚇。咁所以如果有時你都知道啦，佢可能俾你個 form 咧係咁嘅樣嘅話咧，咁唔該，係咪到喺度？呢個位我不如查咗去重新寫過 ，OK， 咁大家清楚啲。3x 係嘛，減 y 減5等於0，即係我意思話啲情況咧，佢可能會俾呢啲樣你噶嘛。得唔得 OK？ 咁你要做嘅就當然你要將個-5咧抌翻去右手邊咯。咁喺度 OK， 咁呢個位置就自己留意翻呢樣嘢咧，因為啲數字你如果唔記得個 form 嘅話，你入錯咗咧就好大鑊嘅。OK， 好，咁冇問題，繼續撳啦。跟住咧就會係我哋-8啦 ，OK， 咁啊-4啦，同埋我哋15嘅。
今日就 OK。咁出到咧呢一個咧，我哋嘅3同埋咧4 OK 就第一個交點啦，跟住之後咧2同埋我哋咧嘅1就第一個交點。咁呢個位置就大家都見得到啦，咁就可以即刻就揾到呢兩樣嘢。咁呢啲情況大家知道會出 math error 嗰啲咁樣，就我哋平時上堂所講啦，係嘛？即係啲情況佢會問你噶嘛，圓同直線幾時會冇交點嘅咁樣，咁我哋咪屈啲數落去，然之後撳到 math error 咪圈嗰個答案走人嗰啲咯，得唔得啊 ？OK，咁所以呢個位置就基本上又係可以咧幫你輕鬆 KO 啲 MC 嘅，得唔得啊 ？OK，呢個位置就3條嘅你可以咁嘅類型啦 ，OK， 3條唔同嘅題目嘅類型咧，就喺呢個 program7可以幫你做得到，今日到，因為始終呢兩條咧好老實講句嘅。比較上做得多嘢咧，就驚大家會亂 ，OK， 咁所以就要同大家慢慢交代咗先咁樣。咁另外其他題目你話邊啲可以都緊要咧？你問我嘅話，其實我會覺得各位堂仔你嘅 trick 稿啦 ，OK，sin law、cosine law 啊嗰啲 program 咧要入啦嗰個 OK。咁啊，然之後 ASGS 啦，咁你又唔想計喎係嘛？有時可以幫你 AS 啊、GS 啊咁嗰啲即係公式嘢啊嗰啲咧，你都可以入咗去啦咁樣。得唔得？清清楚呢啲位置就你仲有大把位可以揀嘅咁樣，得唔得 ？OK， 清清楚嗱喺呢個位置就係啦。咁啊，我哋嘅呢一個 program 集嘅部分咧，就同大家即係交代咗啦，咁啊告一段落啦，得唔得？咁希望大家咧祝大家 DSE 成功 ，OK 嘛？好，咁啊加油努力，拜拜。